即摆有病毒咧流行，大家较袂出门，拢居伫咧厝内看电视、耍手机啊。但是安尼长时间看3C 的产品，目睭承受到强烈的蓝光，恐惊会伤到咱的视神经，引发到血管的病变。所以，这营养师特别来整理7种营养素，会当保护咱的目睭。防疫期间无出门，踮伫厝内，咧无用啥物？追剧比较多，上网追剧这样子。对。医师讲，长时间互目睭承受3C 产品强烈的蓝光，会造成视神经甲血管病变。营养师整理保健的7大营养，第一是维他命 A。青花菜、红菜头，也有金瓜、青绿色的青菜，拢会当防止夜盲症。第二是维他命 B， 加食我全谷类、青绿色的蔬菜，当预防视神经伤害。第三是维他命 C， 大豆啊、柑仔米、芭乐会当抗氧化。第四是花青素、紫色、红色蔬果拢有。第五是Omega 3，这深海鱼啊、苍仔鱼、红鲢鱼当对抗发炎反应。第六是锌，加食我坚果类食物。最后是番薯叶、白莲仔菜，含有叶黄素甲番茄黄素。叶黄素就是吃的太阳眼镜，避免我们的眼睛受到过多的辐射，然后造成自由基的产生。7种营养会当保护目睭，不过上重要也是爱减少甲3C 产品相处的时间，正常的生活起居，而且唔通惊食，这食食来便宜，唔才是正确的方法。